你唔通是讲你的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，你的囡仔自然就是基督徒。三代的信仰甲福音才会徛在，伊唔是干那要求伊做代志，是爱互伊甲上帝起做关系。咱这个时代有当时受过无闲，工商社会，咱拢袂记咧做一个父母的责任。有真要紧的责任，就是将一切品格、信仰要来传承后一代。但是因为大家受过无闲常常忽略爱将这款的责任传予后一代。包括一个国小的囡仔，包括一个学生囡仔，这个学生囡仔有一天去到学校。结果妈妈迄天拄足无闲的，无法度去接囡仔。结果伊就拜托爸爸讲无今仔日囡仔拜托你去接。爸爸就赶紧走去学校，走去小学去接伊的囡仔。去的时候等半工，无看到囡仔，等去到厝看到即个囡仔看爸爸，看无到爸爸，看无到爸爸，囡仔就家己转去啊。即个老爸嘛看无到囡仔，转去了后，做老爸足生气的。看到囡仔就甲讲落去讲，你去学校，你今仔去学校逃学吼，无我伫遐等久，要甲你接，哪会接无到你？伊讲你去倒位接，我带你去小学去甲你接啊，门口口甲你接，拢接袂到你。囡仔就甲爸爸讲，爸爸，我已经上国中了。咱拢袂记咧讲，有当时受过无闲，连囡仔伫倒位读册拢袂记咧。或者是可能咱有真关心囡仔，真疼囡仔，总是袂记咧。有当时囡仔是咧看咱的言行举止，咧学习伊家己的讲话甲品格。所以有当时囡仔就是听咱讲，看咱行，咧学习咱的言行举止。亲爱兄弟，信仰嘛是如此信仰嘛是如此。咱的时势，咱的囡仔，咱的后一代，是照着咱安怎讲，咱安怎行，咱安怎见证，伊咧看咱的信仰，听咱的信仰，领受咱的信仰。所以我要用一个题目，属灵的父母来咱甲咱勉励，咱就咱的囡仔来做见证，来做见证。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你着爱谨慎因循保守你的心，免得袂记哩你的亲目所看见的事，佮免得你一生这项事离开你的心，总是爱传予你的行行顺顺。所以直接咧提醒讲，你着爱谨慎，爱保守你的心，爱会记得你亲目所看见这的事。而且唔通互这个事离开你的心，爱甲你的子孙讲，唔通袂记哩，唔通离开你的心，就甲你的子孙来讲。所以这个代志是你的目睭亲目所看的，这是摩西咧教示这个以色列百姓，因经过红海，经过旷野这个路，上帝安怎行神者来保护因、带领因、佮供给因一切所需要的一切。这个代志，摩西甲以色列百姓讲，恁都爱保守恁的心，爱永远会记得这个代志，而且爱将这个代志甲你的行顺顺来讲。这个代志是啥物代志？佮包括着伫何烈山，徛伫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的迄日，耶和华对我讲，你着由我招好这个百姓，我要叫因听见我的话。互因存活伫即个世间的日子，会通学习敬畏我，佮会通教示因的囝儿安尼行。这个代志就是看上帝所行过的神者，而且上帝的教示拢爱记会牢。这至少咧讲起三项代志，头一项，你所亲目所看过。所经历上帝行伫你的身上，这一切稳定也好，这心也好都爱记牢，你都爱亲目看过。
你若无去看过、无领受、无经历过这些物件，你就无法度记掉的。不管这个是神者，还是上帝作为，有当时啊，咱讲神者，其实嘛是咧讲起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嘛是咧讲起上帝超自然的作为，嘛是咧讲起上帝的恩典，以及上帝做伫咱心中一切的所做。真细项，可能就是咱停车停无位，祈祷上帝互咱有停车位，也可能破病，上帝甲咱医治好势。搁较大的，可能你的事业拄着危机，上帝安怎帮助你？或者是你的囡仔拄着困难的事，上帝安怎甲你帮助过？这个代志大大细细项的代志，你都爱记牢伫心内，你都爱经历这个事，而且记牢伫你的心内。台湾新学院有一个孙教授，伊捌安尼讲，伊讲信者是每一个信徒拢会通经历的，而且这个信者是要指向一个教师，信者是指向一个教师。你经历过这个信者了后，这个教师就会入伫你的心啊。你经历到上帝的救恩。上帝的教示的话，就入去到你的心内啊。所以一方面是经历，一方面是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你听了后，你有去经历到上帝的话，就活起来啊。你有经历上帝，然后你去看上帝的话，你咧看上帝的话时阵，这所有的话语，无搁再是干那字尔尔，是活跳跳的代志，伫你的心中咧产生作用。经历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，甲经历边边要紧。摩西咧提醒以色列百姓，都爱记得这个事。第二项，伊在交代讲，恁都爱谨慎、殷勤、保守，免得袂记哩啊。表示这个代志，就算讲你经历上帝的救恩，嘛真紧就会袂记哩啊。你都爱记哩。以色列人常常袂记得上帝的恩典，常常袂记得上帝安怎带因经过红海，安怎伫旷野，互因有物件通食，有烟鹑通食。这个代志因马上就，但拄着困难就袂记得了啊！这甲咱即卖基督徒拢相款。前一站你若经历上帝的救恩、医治、帮助你的事业。我马上甲你保证，后一个坎站，你若拄着困难，前一站所拄着稳定，随时放袂记你啊！所以无怪摩西爱提醒伊的百姓讲，你都爱记得牢，爱努力甲伊记牢，唔通袂记得。所以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2节，讲我的心啊，你都爱称颂耶和华。既然伫我内面咧，也着称颂伊的圣名，我的心嘛，你都爱称颂耶和华，唔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。一再咧提醒咱，都爱会记得上帝做伫咱的心中的作为。第三项咧提醒咱，这个物件你都爱教示你的囡仔，你的子孙孙来做这个代志，唔通互因袂记得这个代志，而且爱一直讲。讲一摆无明白，讲2摆，讲3摆，都爱一直讲，直到刻条伫因的心内，通互因的子孙知影讲，伊的老爸、伊的阿公，捌经历过这个代志。亲爱的兄弟，咱长老教会是真有传统的，嘛真注重教示，嘛真注重信仰的传承。但是我要甲你讲，咱一定爱努力。有一句话讲，福音都爱传3代，咱都爱努力，互咱的信仰嘛会通传3代。你是第1代，你的囝第2代，然后你的孙嘛爱传落去。只有传3代的信仰甲福音才会徛在。传1代，你家己有信，无传落去，断去啊！到下1代也无准算，都爱伊个有法度传落去，表示你传互伊的。确实有传到你的子孙，福音都爱传3代，信仰嘛都爱传3代。咱甲正手边、倒手边的安尼讲好无？讲咱的信仰都爱传3代。
所以我常常主持告别式的时阵，听到真好的囝儿孙在咧抱养讲伊的老爸安怎信上帝，伊的老爸安怎坚固伊的信仰的。所以这个所在，摩西提醒你，都要记得，你都要经历，你都要记得，而且你都要传播落去。所以伫遮，咱都要将咱的囡仔，该当作咱准备要传承落去的。甚至我要提醒咱在座各位，爱将咱的囝儿孙当作是你要传福音的对象。我讲一遍。咱都要将咱的囝儿孙当作是咱准备要传福音的对象。是安怎我安尼讲，这是我足深刻的体会。因为咱大多数拢抓准讲将囡仔带来教会，安尼就好啊。我会通甲你保证，绝对失败，绝对失败，因为我看太侪啊。你若感觉讲，我只要将囡仔带来教会，交互牧师，带到主日学的老师，我会通甲你保证，信仰绝对传袂落去啊！我讲足白啦，啊，你连讲啊，牧师无负责任，这毋是你爱做，我要甲你讲，这是恁的责任，这绝对是父母的责任。你甲伊生活7天，主日老师甲伊生活1点钟。7天1点钟，7天1点钟，然后你叫这1点钟的人来负责伊一生的信仰，有道理吗？完全无道理。咱每一个人做父母的，拢爱负起这个责任，是咱的责任。而且我要讲，谁爱将你的囝儿孙传福音？我足深的体会。请你唔通认为讲，你的家庭是基督徒，嘿。你的囡仔就是基督徒哦。你唔通想讲你的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，你的囡仔自然就是基督徒。你逐工去麦当劳，你袂变做汉堡；你逐工去车场，你嘛袂变做一只车。你常常来教会，嘛无拄拄你会变做一个基督徒。我要讲真实在，真实在。所以我真深刻提醒咱，你都爱会记得，爱将你的囡仔当作是准备要传福音的一个对象。你都爱为伊做见证，你都爱甲伊传福音，你都爱引出伊经历上帝。咱来看，所以摩西佮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伊安尼甲伊讲，你都爱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听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你都要记伫你的心上，也要温存教示你的囝儿。无论你坐伫厝里，行伫路中，倒来起来，拢爱谈论。你看，摩西是甲伊讲，你都要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倒来嘛爱讲，倒来毋知要安怎讲。我大概看这拢无明白。但是我想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你都爱常常讲起耶和华，讲起伊的教示。所以伫遮至少咧提醒咱，都爱常常伫你的厝里讲起上帝，都爱伫生活中来分享你安怎经历上帝，都爱用信心来分享，都爱引带你的囡仔去经历上帝。这是我甲咱的4项的建议。所以我想摩西伫遮意思，毋是讲早念、细念，你一直念。我想伊的意思应该是咧讲这4项。伫生活中间常常讲起上帝，伫生活中间爱分享你安怎经历上帝，伫生活中间爱用信心来分享，然后爱引带囡仔，你的囡仔嘛会通经历上帝，通互你的子孙嘛会通照上帝的教示，过来相信上帝。你若安尼做的时阵，你就会通亲像一个教母，伫你的囡仔的身上放一个教母，有一天伊就会发起来同款。嘛，亲像栽种一个种子伫你的囝儿孙的顶面，有一天
伊就会大站起来啊！我伫我的厝里体会到，阮常常爱讲起伫家庭的这段时阵，讲起这5项事。我用这5项事，诚做咱各位，你若毋知影要安怎甲你的囝儿孙分享的时阵，你会通用这5项来甲你的囡仔来分享。你所认捌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？你体会到上帝的话来甲伊分享。你经历到神者基师，甲伊分享，破病得到医治，事业得到困难，上帝安怎帮助你？拄到最的困难，上帝安怎帮助你？就是神者基师啊！兄弟姊妹，安怎对咱的好，我就甲囡仔分享。抑佫未免伫生活中间会经历到真侪的挑战。甲囡仔分享，都爱甲囡仔分享这个代志。所以你常常甲囡仔会通分享这5项的事时阵，你就分享的物件就非常的丰富啊！都袂感觉拢咧甲囡仔念，因为你是甲伊分享你家己真实所经历的上帝。假设有一天你的囡仔甲你问讲：“爸爸，上帝我看无，上帝我看无，到底上帝伫倒位？”啊，你要安怎甲伊应答？我会使甲你建议，你著摕一支圆珠笔，甲摕出来，规个拢甲拆掉。你甲拆掉，然后你甲你的囡仔讲，这个圆珠笔吼，安尼吼，我甲你讲哦，安尼吼，我甲你讲哦，安尼哦。但是吼，我甲伊等咧天顶吼，伊嘛袂变一支圆珠笔，只有我甲伊捡起来。只有我甲伊摕起来，我甲伊组起来，照这个顺序甲伊组起来，伊才有法度变一支圆珠笔。所以，既然一支圆珠笔无安尼弹起来，就家己变一支圆珠笔。一支圆珠笔都需要有人甲伊组起来。何况这个世界遐尼好势，有星有月，有月亮，照时辰咧行。敢无一个创造的主吗？检查你的囝儿听了无足明白的，不过至少你知影要安怎回答伊。有一天伊大汉伊就明白啊。常常甲咱的细囝谈论上帝，而且你安怎去体会上帝的话来甲伊分享？你安怎经历过神者基师，甚至包括你所拄到的困难，拢会通甲囡仔分享，通互伊为着你祈祷。通互伊知影讲，咱的人生嘛会拄着考验，有一天伊拄着考验，伊就知影要安怎面对。我以前伫台南有一个长老，伊是一个足大电子公司的财务长。迄个时阵经历着财务金融的危机，伊的公司不得不裁员，伊在做真困难的责任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伊就甲伊的囡仔讲，爸爸所拄着这个困难。请伊囡仔也为着伊祈祷。当伊开始安尼做时，这囡仔才知影讲，原来钱赚无容易。原来爸爸嘛爱面对着真侪的挑战，但是全家会通做伙祈祷。咱所经历的挑战，嘛真侪咱甲咱的囡仔分享的内容。所以咱都爱常常来谈论上帝。摩西提醒讲：恁都爱坐伫厝里，行伫路中，倒落起来，恁拢都爱谈论。圣经的中间，摩西甲伊互动的较侪，毋是伊的囡仔，颠倒甲摩西互动的是伊属灵的囡仔约书亚。约书亚，摩西就是照伊家己所教示的来去引带着约书亚。约书亚，所以约书亚当摩西离开。了后，约书亚真做伊足好的属灵的囡仔。咱来看摩西安怎来引带伊的属灵的囡仔。伊安怎来引带？当摩西对着的时阵，摩西就叫约书亚出去征战。圣经安尼记载，迄时亚玛力人来离非定，甲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就对约书亚讲。你为着阮
经人出来，出去甲阿妈的人争战。明仔载我手要摕上帝的拐，徛伫山顶悬。当伊对着对敌的时阵，摩西就叫约书亚出去征战，然后伊家己伫山顶做啥物代志？抓上帝手术的拐啊，抓起来为着约书亚祈祷。所以当拄着征战的时阵，伊互伊的囝嘛去征，伊的属灵的囡仔约书亚嘛去征战。伊伫迄个征战的中间，伊就得到经验，所以后来约书亚就成做一个勇士、战士。圣经安尼记载，上帝甲约书亚应允讲：你一生的日子，你一生的日子，无一个人有法度伫你的面前徛会牢，因为伊是一个勇士，因为摩西训练伊，拄着什么款的环境就训练伊。约书亚成做一个带领的勇士。咱去看，当伫何烈山，也是西奈山，摩西去到山顶，去提迄个10条戒的时阵，伊带什么人？带约书亚。咱来看这段圣经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就山顶到我这来，留伫这个所在，我要从石板顶悬有我所写的律法甲诫命，赐予你，互你会通教示百姓。”摩西甲伊的助手约书亚起来，摩西上上帝的山去。伊要摕10条戒的诫命，伊嘛带约书亚伊属灵的囝，甲伊带伫身躯边，然后带去到山顶，互约书亚嘛会通看见经历上帝安怎赏赐伊诫命甲律法。所以无怪，当摩西离开了后，换约书亚起来引带以色列百姓。引带以色列百姓，约书亚嘛甲以色列人百姓来立约，甲伊的百姓讲：这个石头会通做咱的见证，恁都爱遵守着上帝律的典章。因为早这个物件，因为伊甲摩西去到西奈山、何烈山迄个所在，看见着摩西对上帝领受10条诫命的石板，伊知影这个话确确实实是上帝互这个百姓的。后来摩西无去啊，约书亚照常守这个诫命，而且叫以色列人爱守这个诫命。摩西去到倒位，就将约书亚带去到什么所在？咱去看，当摩西拄着困难伫会幕上帝的会幕内面的时阵，会幕做好了，摩西入去到会幕内面去经历着。看上帝，甲上帝祈祷。咱看圣经安怎记载？耶和华甲摩西面对面的讲话，好亲像人甲朋友讲话一般。摩西转去到营里去，只有伊的助手一个少年，伦的囝约书亚无离开会幕。安尼表示啥？摩西去到会幕内面朝见上帝，伊甲上帝关系好亲像朋友。甲上帝祈祷了，讲话了，摩西离开，伊的囝，属灵的囝，约书亚继续留伫会幕内面，继续留伫会幕。摩西走啊，约书亚继续留伫遐。摩西去啊敬拜上帝，学罗上帝，甲上帝祈祷，伊就带伊的属灵的囝约书亚做伙。摩西确确实实照伊家己所教示的，倒咧行路坐咧。拢带着伊的属灵的囝约书亚，甲伊三个做伙。所以，搁一届，当摩西叫12个支派的派代表要去到迦南地做探子，要来探迦南地的时阵，这个时阵转来有信心的剩一个人，剩2个人，迦勒甲约书亚。啥人约书亚有信心？所以约书亚。伊就对所有12个支派的会众的代表讲，其他人拢无信心啊，但是约书亚甲迦勒，约书亚变做是有信心的人。遐个人拢反对约书亚的时阵，约书亚照常勇敢站出来讲，咱所谈的所在是极水的所在，耶和华一定会将咱带去到迄个所在。
已经将迄个地收赐互咱，迄个地是老人甲密的地，咱免惊遐个百姓。有耶和华甲咱同在，咱免惊伊。亲爱兄弟，所有的人拢惊，约书亚毋惊，因为伊已经去互摩西团练好势啊。这个约书亚真做一个以色列民族新的属灵的领袖。结果上帝得祝福，约书亚得到祝福。当摩西安尼引出约书亚的时阵，约书亚得到祝福。所以你看，当到落尾，以色列人的第一代无法度进入到迦南地的时阵，约书亚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伊会通入去。圣经安尼记载，论的囝约书亚会通看见，伊会通看见到迄个应允的地，因为因专心军对我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约书亚真做一个专心军队上，伊得到祝福，会通进入到迄个应允的地。因带咱的世界，都爱亲像即节的圣经所讲的，无论是倒咧，无论是行路起来，拢爱谈论。意思就是讲，带伫身躯边，常常甲伊分享。除了安尼以外，咱都爱用信心来分享，用信心来去分享，将咱的经历甲上帝讲了，毋望因会通经历到上帝的信心。亲爱兄弟，所以咱都爱，请咱会记得，咱特别看圣经的时阵，甲囝儿孙分享，毋通甲伊变做道德化的教育。你都爱安怎？你都爱安怎？你都爱安怎？我甲你讲，伊会足讨厌。爸爸妈妈，你搁咧念啊？一定失败，绝对失败。但是你若用信心甲伊分享，就无相啊。什么叫做信心分享上帝的话？我直接甲咱4个建议。你都要用信心的态度读圣经。亲爱兄弟，不管你有属灵的囡仔，无，还是你有囡仔，你有囝儿孙，也无，还是你家己一个人拢袂要紧，咱拢爱用信心的态度来读上帝的话。啊，若无上帝的话，无法度对咱的生命来产生作用。信心的态度，我甲咱4个建议。头一个，你都要相信，你读圣经的时阵，常时上帝嘛照着圣经咧对我讲话。请你唔通干那讲，我要读圣经，你爱转变你的意志，讲上帝要对我讲话。第二项，爱恳求圣神感动我。伊加你问讲一句话真深刻，读上帝话若无圣神的感动，无法度刻条伫你的心内。第三个态度，圣经所记载应允，嘛会发生伫我的身上。你若无即款的信心甲相信，安尼我甲你讲，圣经还圣经，你还你，你读了圣经，阁是圣经，你阁是你，圣经甲你拢无关系。但是你若有信心，讲圣经所记载这祝福的话，嘛应允伫我的身上，圣经就对你发生作用的。第三个态度，第四个态度，上帝。既然伫圣经的中间，互军队的人得到祝福，我嘛会得到祝福。到落尾，我嘛因为相信上帝，军队上帝来得到祝福。爱用这4款的态度，安尼会使无？因为你若无用这款的态度，我会通甲你保证，你大概读圣经会变做敢若将圣经做一个道德教育的册尔。圣经就是叫我行好，你会做了，你会信耶稣、信上帝，信啊真艰苦。迄也袂使，迄也袂使，都要安尼，拢是互教示，毋是圣经是要激发咱的信心，互咱欢喜尊叹上帝的话。咱都要引带咱的囡仔来去读，甲伊分享的时阵，都要互伊会通去经历到这个事。咱就用信心来甲伊分享，若是安尼，信心的种子就会带伫伊的心内。最后，咱就会通引带咱的囡仔来经历上帝，来去经历上帝。为什么要经历上帝？亲爱兄弟，因为咱要互伊经历上帝，毋望伊，互伊体会到主的教示，毋是干那要求伊做代志，是爱互伊甲上帝起做关系。关系毋是干那叫伊爱安怎爱安怎，关系毋是安尼做。有一个牧师安尼讲，我安尼做是因为伊疼我，我安尼做是因为伊足好的。
毋是因为我应该安怎做，是我想要做。宗教一向甲人推崇的就是你应该要做啥物，但是信仰应该是亲像一个个人的关系。我爱上帝，因为上帝先听我。咱会通引导咱的囡仔，毋是讲你都要安怎，你都要去教会，你都要读圣经，你都要安尼，你啦，这就是应该做。但是毋茫有一天，咱会通引导伊想要做，安尼信仰就落实伫伊的心中啊。互伊会通去经历上帝，伊就欢喜跟对上帝。我的囡仔伊来台北。对台南起来，然后读台北的大学。咱知影真侪大学生吼，高中的时阵真拍拼，为着考到好学校。但是足侪到大学了，就安怎？就变线身啊！因为university 有你玩4年，大家就开始咧算啊。你的囡仔有安尼的人，请举手。无，毋敢若阮囡仔，还佫一个囡仔。你可能袂记咧，我甲你讲，大多数到大学吼，大家拢咧佚佗，拢咧耍。我的囡仔嘛是共款，逐工拍球，伊无做啥物歹代志，但足爱运动的拍球、交朋友，等等足侪社团的活动。然后到期末的考的进前，一天牧师娘来甲我讲，爸爸，我要甲你讲一项代志。讲什么代志？咱囝拄啊敲电话甲我讲，我讲什么？伊想要休学啊！我是安怎？因为伊若考试考袂过会被退学，3-2退学，2/3无过都要退学，所以宁可先休学，免得被退学。安尼你知影意思？表示讲过去的一学期拢咧佚佗，拢无咧读册。做老爸当然足生气的，所以我就是讲，早就安尼啊，早知影安尼，无爱较早读册，无要紧解决这个代志。好，我足气的，足无法度。人的信仰都爱拄着代志才知影有信仰无信仰。迄个时阵，我啥物信仰拢无去啊，气甲要死。早知影安尼，无爱赶紧读册，而且我的祈祷嘛无甲伊为着伊祝福的，上帝啊，即颗狗屎囡仔，你都甲伊管教，互伊知死，伊才会悔改。啊，妈妈的心较软，妈妈常常甲伊帮赞，做妈妈就伫遐流目屎，为着伊祈祷。牧师娘拢较软心啦，但是牧师娘咧祈祷的时阵，看到一个大水车。一个水库伫遐咧打水车，伊爱足出来打，足出来打，伊就知影讲伊的囝儿爱努力拍拼，所以那时就叫囡仔转来。真趣味，迄天的暗时我做一个梦，迄天的暗时我做一个，亲爱兄弟，我真少做梦。我若毋是困无啥会去，啊无就困真好，毋捌做梦。但是迄天毋知影怎上帝互我做一个梦，我梦记着我的囡仔伫海边啊，迄个海边啊，佫是中国的海边啊，奇怪，我毋捌去过中国的，但是我哪会知迄是中国的一个海边啊？遐边拢做海山，啊，我的囡仔伫遐走来，我的囡仔所胖去啊，我真着急咧找囡仔，我就醒起来，我就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太互我做即个梦，我家己想想的。应该是上帝讲，我得要用疼的心将我的囡仔，甲伊带转来。所以阮囝转来的时阵，我一句话都无甲念，而且足毋甘愿的，佫甲揽掉的，揽了足毋甘愿的。但是都上帝互咱做梦，咱都爱顺服嘛，阿妹无？啊，真正是安尼。若上帝甲你指示，你足毋甘愿的嘛爱做，这就是顺服啊。我足气的，足毋甘愿的，嘛是甲揽掉的，而且就找伊讲，啊无咱做伙来祈祷，做伙来祈祷。结果迄天的
囡仔就问我讲：爸爸，伊想要小学，你感觉安怎？我讲：你家己感觉安怎？伊讲：爸爸，我的心足乱的。我就讲：无咱做伙来祈祷。所以迄个时阵，阮就做伙祈祷，做伙伫遐读圣，阮做伙唱诗歌祈祷，全家做伙祈祷。迄个时阵，伊家己伫祈祷的时阵，心乱草草。伊家己祈祷的时阵，伊看到一个画面，就是伊咧爬一个山，爬一个神梯啦。咧爬的时阵吼，边仔一个士官长一直甲伊骂，感谢上帝，我毋免甲骂，上帝伫看到的中间叫一个人甲骂，较紧的，较紧的，爬较紧的。伊就知影讲伊爱拍拼，所以就决心无要休学，伊要拼期末考。结果伊就爬去到顶悬啊。当伊压力足大的时阵，无法度静落来的时阵。转来的时阵，阮就做伙祈祷，做伙学罗上帝，替伊祈祷，伊就安静落来，就开始去读册啊。后来考了一天，敲电话转来，靠妈妈讲：“妈妈，我全过了，是上帝恩典的帮助，感谢上帝。”这是顶学期，到下学期，佮走转来讲：“爸爸。”我要被21了，我讲但是这届伊无相像啊，这届伊无相像啊，伊经历过顶一厝的，厝里的人安怎引带伊陪伴伊经历上帝，经历过这个事，但是这届伊家己讲，我要拼看卖，我要拼看卖，伊讲若无我的21啊，所以。伊就继续，每一届伊若无法度安静落来读册的时阵，就走转来，阮就全家做伙祈祷，互伊经历上帝。有一天，当我伫小厅咧聚会的时阵，伊考试考了，成绩出来，我伫即个小厅咧聚会，看到伊拍电话来啊，我心内颤一个，哎呦，毋知到底是好消息啦，歹消息。电话接起来时，一点仔大吼，一直吼，哇死啊，大吼！啊，这声大号是什么意思？大号，大号，爸爸，我欧趴了。啊，我较紧讲，是上帝恩典帮助我。这就是伫生活中间引带伊去经历上帝。伊每一届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伊就知影找厝里的人做伙祈祷。伊即马考调成大的研究所，在座兄弟，是因为咱帮助伊伫生活中间去经历上帝。有一天，伊家己就会通倚靠上帝。愿上帝帮助咱，检测你的囡仔已经大汉啦，毋免失志，毋免失志，继续办恩去引带你的囡仔之前。检测你无囡仔，袂要紧。你若咧引带，可能毋是你的囡仔，可能是你的侍世，甲伊当做你的属灵的囡仔来引带伊。咱就会通起造咱的属灵的子儿孙到第1代、第2代到第3代。愿上帝祝福咱长老教会，成做一个进入传统的教会。但是迄个传统会通继续搁传承落去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拜上帝恳求你，帮助阮，互阮的信仰的传承，第1代、2代、3代，因为阮嘛是对阮的真侪属灵的长辈，或者是阮家己的老爸老母、阿公阿嬷来得到这个好的信仰的传承，互阮去经历上帝，互阮用信心下一代来分享。愿圣神帮助阮每一届，不管阮是行路的时阵，是倒咧，是起来，是坐咧，阮的属灵的子儿孙咧分享上帝你的见证的时阵，愿圣神做工，圣神做工，来刻条伫阮的子儿孙的心中，通互因的信仰对阮的成就来传承落去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